我个人很喜欢啊，去餐厅我都很喜欢叫这一道啊，就是炙烧的这个蔬菜哦。那所以我也跟老师一样，我家里也买了一个这个，但到现在还是全新的。就看了这些锅碗瓢盆，真的很爱买，但是有时候一想到要操作这么多的时候，又有一点那个懒惰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老师也是同样啊，就是用味噌来做这一道炙烧的蔬菜哦。Okay,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就是有一些现在当季的一些根茎类的啊，就是南瓜，然后还有节瓜，然后杏鲍菇跟彩椒。对，那首先呢，我们要先处理蔬菜。对，那在处理蔬菜之前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用炙烤的方式，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在家里面要用这种炭烤板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先把它预热。那在预热过程里面，我们再来处理这些蔬菜，不然到时候它的温度不够的话，你的蔬菜就没有办法。就是烙上那个很漂亮的痕迹，这样。对，通常会用这个，就是喜欢它，不管我们煎鱼啊，或者是煎牛排，就喜欢它那一条一条哈，就是被那个烧的那个感觉，然后有一种特殊的炙烧的香气。对，老师，那请问一下，你没关系，你一边切哦，就是说，我们会看到老师带来的这个蔬菜啊，都是偏向于说水分上面并不是这么高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做炙烧的蔬菜是不是要比较水分少一点的，比如说像节瓜，我用小黄瓜是不是就不是很适合？对，因为它质地的关系，小黄瓜的话，它第一个容易出水，第二个是它遇到热之后，它很容易软掉。哦，对，所以它比较不大适合拿来取代节瓜。OK，所以茄子也很适合来做这个炙烧。对，茄子其实也蛮适合拿来做炙烧的这个动作。所以说，我们就是选取呢比较就是说水分少一点的这个食材哈，还有老师像这个杏鲍菇，它就不会切得很薄，它就切得厚一点。我们的节瓜也切得厚一点哦，就是保存了就是它的水分，可是呢它又有炙烧的这个香气哦。好，那我们就先把我们需要的蔬果类都先处理完，放在。真的很大片嘞，老师，你切的这个南瓜。对啊，就是你们在餐厅也切这么大片吗？要看搭配什么样的食材来决定。对。我喜欢，因为这样就可以少切好几刀了。而且你蔬菜切比较大，其实它保留水分的程度会比较高，免得吃起来干干的，对不对？对，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炙烤完之后，所有的食材啊，我们炙烤完之后还是得需要近烤相烤，因为我们炙烧的部分就是只有在表面而已。所以它的热源其实没有办法让蔬菜整个熟，对，所以就变成说，如果蔬菜要吃刚好到那样子的熟度的话，就是脆口，但是中心点是熟的话，就是还是必须要用烤箱。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炙烧之前啊，要先在我们所要用的食材上面，就是淋一些薄薄的油，对，然后跟下一些盐巴，胡椒先不要，因为胡椒上热源之后，它很容易会焦掉。所以如果要先调味的话，基本上就是先盐巴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基本上我们炙烧呢也不会用沙拉油，我们通常都是用橄榄油哈。对，没错，就是薄薄这层油的目的，第一个是防止粘黏，第二个的话就是它会有一层介质，就是比较不会这么干，对不对？对，就是你在烙痕的时候比较不会有这么干。然后油也不能太多，因为如果你的油太多的话，你的食材上的油太多，到时候这整片的炭烤板全部都会是油，然后那个因为它受热，所以它整个烟会发烟点会发的很大。这些大家都要注意哦，哈。对。好。但是在使用的时候要非常的注意哦，尤其我们这个炙烧板啊，通常都是用那个很厚的那个厚的生铁，对生铁哦，去把它真的像打成那种钢一样，很硬又很重哦。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千万不要忘记，非常的烫啊。所以通常你买这种炙烧板，它会附一个那个塑胶的那个套进去的哈，那个千万不要丢了。你如果真的丢了，你就自己要另外戴那个手套。然后因为我们火源的关系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火加热是在正中心，所以基本上这块炙烧板，它你在运用的时候，如果你底层的火力可以的火烧的面积够大的话，基本上这一整块都是非常的均匀。所以我们就是集中在中间比较热的地方。对，那相信
主持人在这边应该有感受到那个热度。好哇，我们那个南瓜的颜色很漂亮了。所以老师我们在选这个南瓜的时候哈，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不适合用那个栗子南瓜？会太干吗？因为栗子南瓜其实它水分比较少，对它比较，以我们台湾人喜欢吃的口感，其实我觉得栗子南瓜，应该并不适合做炙烧。对，它太扎实，水分太少，它比较适合拿来做类像如果要做甜点，对，做南瓜馅或是会比较适合一点，或者我们拿来打浓汤。我正要说，打浓汤为什么一定要用栗子南瓜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因为栗子南瓜它的颜色，它的皮就是这个橘色的，所以当你把皮跟这个肉呢一起去蒸的时候，它一起打的时候，它颜色非常漂亮。台湾就是一般我们这种台湾南瓜，它水分含量比较高，所以拿来打浓汤其实会很水，而且会有一个生味。对，就是栗子南瓜，因为它淀粉质比较高，所以拿来打浓汤或做一些馅料部分，其实是会相对上会比较适合。好 ，OK。那因为这个南瓜啊，就是我们要一整盘的蔬菜一起进去烤，那因为南瓜它比较难熟，所以呢，我们必须得让它在上面待久一点的时间，不然到时候这些东西已经熟了，这个还没熟，对，就会有一些生熟度上的落差。好 ，OK， 接下来我们在等南瓜的时候，可以在这上面再做一些胡椒啊跟盐巴上的调味。油的话就不需要再下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加的应该都是黑胡椒粒啦。做西餐我们很少说在做炙烧南瓜会用胡椒粉，胡椒粉比较适合我们台式的炸鸡呀，对不对？对，没错。好。老师，茄子适不适合？茄子可以啊，很好啊，茄子也可以。但是你要使用茄子之前，就是人要先。是不是用那个所谓的那个日本茄子？对，用日本茄会比较好吃，会比较适合，因为它肉比较饱满。你看，我盐巴，我的胡椒下去之后，它马上就冒烟了，就会冒烟。所以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们在调味的时候，就是尽量先下盐巴，不要下胡椒的原因。对，因为这个温度很高，所以胡椒一下去，立刻那个。对，但是它的香气会被这么大片的这个南瓜呢，就是会吸附在上面了，又不一样。OK，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一盘蔬菜就可以直接进烤箱烤熟。然后呢，为什么我会在南瓜上面再淋一些油？因为南瓜其实它算是蛮会吃油的一种，非常的吸油。对，所以我们再下一点，让它增加它的烹饪的速度。好，那我先进烤箱。好，我们在等待烤的蔬菜的时间呢，老师要来教我们做今天的这个灵魂酱汁。我们今天是双味噌。双味噌的蘸酱，对。那基本上我们第一件事情就要先做焦糖，对，因为味噌很咸嘛，对，所以我们必须得要找一个东西去，就是让它达到一个平衡。所以我这边的话，我是选择用那个焦糖。啊，煮焦糖部分啊，如果比较安全的方式，就是您可以先下一点水，一点点就好了。对，然后呢，开始慢慢焦化之后，再下我们的味噌。OK， 你会看到呢，糖好像也蛮多的哦。对，其实糖蛮多的，对不对？但是你要想味噌好像也很多。对，因为我们味噌基本上我平常在操作的时候，我们抓的比例，我们在餐厅抓的比例，如果要调蘸酱的话，都是1:1。对，就是如果你的味噌的咸跟你的甜要达到一个比例的话，基本上你可以使用蜂蜜，或是你可以使用糖，但是基本上它们的比例都会差不多都要落在1:1左右。好，开始已经差不多煮到像这样子的程度。对，因为在煮焦糖的时候啊，如果你煮到焦糖你要的颜色之后，你接下来抱歉已经苦了，对不对？对，所以你要再趁它就是在还没有就是继续变深之前，你必须得要离火，就是因为它会继续煮，它其实温度很高，所以你要离火来操作你接下来的步骤。
还有看老师在煮这一锅这个淋酱的时候，大家要非常小心的，就是说厨房的安全哦。因为它这个焦糖本身又很热，又有一点黏糊哦。然后我们的味噌又那么的大块，对不对？所以你在拌的时候啊，你不要太大力，因为它会溅起千层的花的话，不小心真的就把你的脸都花掉了哦。所以老师这时候就会换一个这个，对，接下来用打蛋器呢，小火慢慢让它煮匀。下糖，你看哦，像我们刚刚已经下了已经煮了一个焦糖，然后又下了，真的是很甜的感觉啊，但是吃起来我想应该不是很甜，对，因为味噌真的是很咸哦，所以说它尽管是非常营养啊，大家在摄取的时候啊，也要稍微酌量一下哈。对，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很想吃看看你这个？味道很浓厚哦。我有闻到焦糖的味道，可是为什么感觉有一点生姜的味道？因为我们有放酱。哦，你刚刚那是姜啊？对，然后还有香草，我还以为是蒜头哎。香草酱，然后就是我们把它所有的酱料全部融匀之后，小火把它煮匀之后，离火，然后再拌下我们的奶油，因为它现在就是还不到很滑顺的口感，对，所以我们需要奶油去融合。这时候真的没有甜的感觉，只有干的感觉哦。就加了奶油之后，那个不一样的香气。这时候我觉得姜的味道比较少了。它那个涩度就没有那么高。这是我们刚刚入口的时候。其实我本身就很爱奶油哦，这是非常致命的哦，喜爱奶油哦。哇，这个好大一碗了，老师。对，那我们现在就来做 happy ending 了吗？对，最后的总整理。那我们就先把我们喜欢的，就是刚炙烤完的蔬菜啊，就是先摆上盘。然后呢，再放上我们的酱料。酱料部分啊，我通常我习惯就是我会喜欢放在旁边，就是随意，对，因为可能有的你这样子你也可以吃到就是有沾酱料跟没沾酱料之后的风味，对，所以这一道基本上很简单的摆盘就是这样完成，非常非常简单的操作哦。